啥？哦，今仔日天气足好的呢，日头足大的，足炎的。等下，你别甲我看你对啦。徛铁马，这个天气袂歹哦。啊无今仔日的天气这么好，若是要出去踅踅，伤无彩啊。等下，你安尼就要去徛铁马哦？你什么物件拢无准备呢？安尼袂使，伤危险啊！各位囡仔兄囡仔姐，恁敢知影？若是要去徛铁马，爱注意啥物代志？阿狗，你敢知影？唔知影，无要紧，我来教大家教。咱若是做伙跳一遍徛铁马，就会当了解啊哦。头一项，咱一定爱戴安全帽啊！所以咱的双手摕安全帽啊，甲安全帽啊摕好悬悬。了后，咱就甲滴落去，滴好啊，咱要来牵啊哦。咱甲咱的双手拢比齐，咱的牵啊要牵伫个地咧。阿狗，你敢知影？牵啊，唔是牵伫个腰的，你安全帽啊，敢是戴伫个腰的？咱是戴伫个头壳顶，所以咱的牵啊爱牵伫个下海。牵啊牵好好，阿狗，你看我戴安全帽啊，安尼有水无？有水，咱就要互人看哦。咱就这边互人看一个，这边嘛互人看一个。哇，那呢，咱搁做伙来戴一遍安全帽啊哦！准备开始，安全帽啊，摕悬悬，滴落去，牵啊牵好好，看一个，哇，大家拢足厉害的呢！等下啦，要去徛铁马，你敢会晓徛？你敢知影手爱画地？咱的手。画伫个腰的，你也毋是咧摇呼啦裤啊，那是徛伫个腰的。咱的手爱画伫个手环的啊，咱的手环啊，甲伊画好势，咱就会当徛出去以后，咱的脚就会当打。对，就是安尼，足够的哦。咱搁做伙来做一遍哦，准备开始，手画啊。徛出去了后，打！哇！等下呐，你看大家拢徛到足厉害的呢。囡仔兄囡仔姐，恁敢准备好要来去徛铁马啊？一定要注意安全哦！准备来去。等下，你徛伤紧啊！等我。安全帽啊喂，牵啊好呢，手花喂，卡达哎呦喂，那哎呦啊伊都唔通赶紧喂，慢啊来，哎呦骑车着看到真欢喜，大家来